来是郭台铭宣布要选总统了后，就轻走基层拍经济牌。这礼拜的民调有关真多，伊今仔日到桃园的一间清洁用品公司去参访，扭着头家的手，讲大手牵小手，要做伙来拼经济。针对苏贞昌叫伊减讲话加做代志，郭台铭是来回应讲，伊是比苏贞昌搁较行动派。 过来走基层，听民意。郭台铭一早到桃园一间清洁用品公司参访，希望会当得到更较侪中小企业的支持。但是被问到前一天行政院长苏贞昌抗议，除了讲应该加做一寡，郭台铭认为家己比苏贞昌更较行动派。他的行动派，我相信没有比我来做的行动派要好，因为我是真正纯拼经济的行动派，他是有点这个政治口水的行动派。 台湾业者的干部就安尼手牵手，讲爱小手牵大手，做伙拼经济。大手牵小手，中小企业一起向上走。郭台铭认为，只有经济行多元化、分散市场，才会当提升经济。不少民众嘛来到现场，甲伊做伙翕相，或者是提册互伊签名。除了建议中小企业的头家，伊嘛甲当地里长座谈，希望会当有更加民众的支持。